来关心朝鲜半岛的局势，北韩宣布要切断甲南韩相通所有的铁路甲公路，而且阁要伫边界加强军事设施。北韩讲会安尼做，是要反制南韩甲美国的军事演练。北韩官媒朝中社网站刊出军方这个强硬声明，表示切到开始完全切断甲南韩小这铁公路，搁伫边境加强防御工事，搁指控南韩伫边界地区真侪地点同一时间举行侵略战争演习，日头一直升级，加上一批一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现事态严重，决定采取更加强硬反制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。事实上，南韩伫今年7月就发现，北韩已经连续几个月伫高度军事化边境沿线设地雷甲路障。조선노동당의 탁월한 국가건설 사상과 실천。在地主的是北韩进行伫7到7月举行最高人民会议，接到人民劳工体做国防部长。会议当中透过授权改变人民的工作甲投票年会，也通过新的工业甲经济法律。不过相关报道无讲到是毋是删除宪法中有关两韩统一的内容。우리는전쟁을바라지않지만결코피할생각또한없습니다。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今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当中，也提出修宪主张，将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，共产党和平统一这字句，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。北韩罕期切断通向南韩的铁公路，强化边防要塞，会进一步牵关朝鲜半岛的紧张态势。不过为避免意外发生，北韩发布新闻时阵，拍用电话通知美国军方，公司新闻将回应评价。